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颱風追蹤站，我係成員阿高。今日係2026年6月8日至9日，呢度係深夜天氣簡報。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今日香港暴雨嘅情況啦，同埋未來天氣嘅情況更新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訂閱、分享、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， 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。歡迎加入本頻道其他社交媒體平台，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，亦都歡迎大家用 Super Chat、Super Thanks 係支持我哋。我哋先睇睇今日暴雨嘅情況回顧。咁咧，6月8日香港天氣咧就主要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啦，同埋低壓槽影響。喺6月8日凌晨時分同埋夜晚時分，亦都係受到暴雨影響㗎。而6月8日凌晨時分，天文台一度係發出紅色暴雨警告，咁但係喺日出之前，天文台已經取消咗黃色暴雨警告啦。去到日頭啦，咁其實咧個雨勢就唔算太大啦，間中係有啲雷雨區影響到香港嘅，咁天文台亦都係發出咗唔少嘅雷暴警告啦。咁但係就冇廣泛出現大雨嘅情況啦，反而咧喺日頭咧有啲時候係出現咗陽光添㗎。咁但係去到6月8日嘅傍晚啦，一個包線啦係嚟到我哋香港嗰邊啊，咁就令到香港出現狂風暴雨啦。天文台亦都係發出咗2026年首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並且係維持咗1個鐘㗎。咁日間啦，喺雨帶之間嘅空窗期啦，雨勢就相對比較弱，間中有陽光。預計6月9日啊，整日啦同6月8日今日嘅情況係相若。我哋亦都睇睇6月8日嘅累積雨量同埋狂風啦。喺陣風方面啦，當包線或者強雷雨區啱啱掃過香港嘅時候，我哋部分地方啦係會出現高達烈風到暴風程度嘅陣風，好似打緊風㗎。而累積雨量方面啦，大部分香港啊今日嘅累積雨量啦，亦都達到40至50毫米以上。部分地方例如沙田啊、西貢啊、觀塘一帶啊，可以去到140毫米以上添。我哋先睇睇6月9日之後，再講下之後天氣情況變化啦。預計6月9日啦，綜合電腦同埋天文台嘅預測，預計6月9日嘅初時仍然有機會受到狂風暴雨影響，雨勢繼續有機會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。但預計稍後雨勢咧就會逐漸減弱，咁大約喺中午過後嘅時間啦，咁氣温介乎25至29度，會吹西南風。咁注意強雷雨區抵達香港嘅時候，可以令到當地嘅陣風係短暫迅速增強。萬一喺戶外遇到相似嘅情況，強烈建議先喺安全室內或者非當風區係暫避一下。咁6月9日初時仍然係有機會有暴雨警告嘅出現啦，而且係可能又有一定機會啦。咁需要上班上學嘅各位，咁就提早起身，留意最新天文台發出嘅提示同埋警告啦。而實際暴雨警告嘅出現或者發出嘅時間，亦都要視乎嗰時候實際雨帶發展同埋佢嘅位置，亦都要天文台嘅決定。唔能夠而家準確講出有乜嘢暴雨警告信號出現，同埋佢發出嘅時間。我哋睇埋之後天氣嘅簡述啦。預計最快6月9日晏晝咧個雨勢就會開始減弱。咁之後到週末之前啦，受到偏東氣流影響啊，主導我哋嘅天氣，咁就會間中有陽光啦。咁天氣係會好轉啲嘅。咁但係仍然係有一兩陣驟雨啦，所以咧。大家記住繼續帶遮啦。咁去到週末，偏南氣流同埋高空擾動將會主導我哋香港嘅天氣啦。天氣係再度轉為唔穩定同埋變差。咁但係實際雨勢嘅強度啦，相信仍然係有啲變數啦。因為而家時間尚早啦。咁就算係電腦嘅預測係只供參考。咁去到嚟緊今個禮拜週末啦，相信個預測咧先會比較穩定少少。咁我哋嚟緊禮拜日嘅每週天氣影片啦，係會再向大家更新情況。
最後多謝大家收看，本頻道未來會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，包括懶音同埋口頭禪嘅問題。另外亦都會就住香港最新天氣啦、低壓活動嘅情況，係用影片直播或者貼文方式係適時更新最新嘅情況。咁希望大家繼續訂閱、分享、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， 亦都可以考慮用 Super Chat、Super Thanks 係支持我哋。咁我哋嚟緊每週天氣再見，拜拜。